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中中二选区罢免团体发言人林宣宏，自称是颜宽恒的表小弟，讲颜清标是伊的阿舅，伊讲伊不满颜家伫咧中二选区的服务，所以跳出来要罢免颜宽恒。结果，伊的表舅接到颜清标的电话，劝伊就要退团。林宣宏讲，这是温柔的恐吓。颜宽恒的团队回应讲，这个林宣宏针对着甲颜清标的亲情关系，前后的讲法是反起反倒，而且颜家嘛无主动联络相关的亲情，讲根本就是无恐吓这件代志。对我来说是温柔的恐吓。穿日本衫顶官写宽恒表小弟，伊是中立罢团的发言人林宣宏，自称是中立选区立委颜宽恒的表小弟，讲伊代志别亲，要罢免表兄颜宽恒。伫咧颜宽恒团队服务的表姑接到颜清标的电话，爱表姑口劝伊退出罢团。我有害怕。因为我觉得会影响到我家里蛮多的，直到我听到我妈妈跟我讲的那一句，换作是在以前颜清标年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被带走了。我是听到这句话，我才决定再继续站出来。林宣宏讲，颜清标是因老母的表兄，两个人共缘，伊爱叫颜清标阿舅。不过伊不满颜家伫咧中立选区的服务，才跳出来要罢免颜宽恒。佮怀疑颜清标的打电话给表舅，是因为中立罢团4月初4大家嘛廖境进前办基复活动，牵动到颜清标敏感的神经。他们蛮不开心的，你干嘛说是批假，跟我们做这些代志啊呢？对啊，他们的意思，我那时候我听到颜清标的意思。林宣宏自称是颜宽恒的表小弟，要罢免颜宽恒。颜宽恒的团队透过书面回应，讲罢免团体讲白贼、团假消息，严重击毙。讲林宣宏对甲颜清标的亲情关系，前后讲事无同。服务团队内底嘛无伊讲的阿舅、表舅做无了成员，颜家嘛无主动联络相关的亲情，好人恐吓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